像当时的鸟只，飞袂行，敢讲是阮的命。故乡的山，永远拢徛你遐，阮的心才只有讲予山来听。来到故乡的海岸，景色永远拢总无变化。当初离开时为啥？你若问阮，阮心肝着疼。你若要有好时段，不免等雨夜。世间有阿母惜的囡仔，上好命。唔通等成功要来这阿母大，阿母啊已经无你遐。哭出声，无人晓。什么人是你的恩人？伊名号做怪奇，是凡间的一个女子。原来是伊。赵氏，我问你，我琴现怎会变成你的恩人？讲啊，讲来我听看卖咧。无一定我会妄开一面，无要追究你的罪责，而且会稳准你提早下冤。真是的。好，我讲，有一天，我伫凡间练法术，变做一只土仔的时阵，我后方有3个人来拍我。对，我也无时间用法术脱身，我得一直走对着。阿爹，这有一只兔仔呢。囡仔怎样？借问啊，你有看到一只兔仔走你遮来哦？无咧。对。你真久无食肉，咱紧转来去，叫恁阿娘煮兔仔肉互你食。阿爹，卖啦，莫甲伊杀啦，伊足可怜的呢。哎呦，戆囡仔，这兔仔就是要杀来食呀！哎，兔仔好啊！我袂啦。刮金啊！刮金啊！兔仔，你紧走，才袂互人杀。都是因为安尼，我才会用刮紧一条人情。赵氏，治阮报本这是理所当然，我特别准你提早下凡。多谢义父。等一下，义父，还有啥物指示？你要下凡赶去报答月琴的恩情，爱会记得，神有神的慈悲灵感，人有人的因缘果报，你要遵守做神的分寸，唔通过分。是，小神知影。造神啊，造神！一切本有定数，哪是你一个小小的造神会当改变？好啦，有你紧啊，有你紧啊，有你紧啊，有你紧。你是咧创啥？你死都无知啊！你是要把我这宝贝囝安尼摔死哦？哈？无，啊，都少爷讲，叫我就做马好骑。啊，伊若叫你去死，咪死好看。讲较你吼，目睭皮无睭暗。阮看过也是阮世界孤囝，嘛是阮世界唯一的香火。以后是要专靠伊一个哦。怕输若有啥物事较差，看你有啥办法负责。夫人啊，是的啦，是的啦。夫人，什么代志？老爷伯昨天已经带单，请你去大厅看卖。好，我知啦。你以后要较注意哈。来。哎呀，较水你别脏了哦。哎呦，安怎啦？你是安怎来拉呢？啊，是要紧无啦？啊？不会啦，阿爹要出门啊，你无叫阿爹，叫来，叫阿爹。有一个。阿爹。
乖乖乖乖乖！哎，我讲万全呐，一点仔伤就喊到安尼大声声，唔知人抓做我偌严重啊！你是要惊死人哦？你较差不多的好无？啊，是，有是啦，以后我会较小心的，较细致的啦，吼。唉，夫人啊，完全嘛是为着吼，要去掠迄个死查某鬼仔来，互你做查某囡仔，唔再去受伤，啊你无搁再安尼甲念啊。哦，我知啦。夫人啊，我即摆要出来去受助啊。这个死查某鬼仔吼，是要互你做查某囡仔，你着要好好甲教示咧。我知啦。嗯。来啊，你出门吼，要较小心的吼。好啦，我会啦。知吼，要小心哦。嗯。好。万全啊！啊？是毋是伊害你着伤啊？哈？对啦，就是要掠这个死查某鬼仔吼，唔则害我这个脚转下，就要转去。你叫做外客嘛？哦，你唔插我，恁祖妈咧甲你讲话，啊你真大胆咧，伊拢面咧，你是咧土白甜？我来看你讲敢硬无哈？哈，你真有够想了，哈？你给我听清楚哦，以后吼，你就是阮家查某囡仔，我就是夫人，你若无乖乖听我的话，你就无好日子过，知影无？抱歉嘛，较紧的甲夫人讲知影，甲讲知，甲讲知。我都唔相信，讲无我就甲你压落底。来，你给我听清楚啊！甲关喺茶房，今日不准你食饭，明仔透早起来做事，听烧水，互我洗面，知无？是。行。范真啊！啊，你即马安尼腿腿有够好无？有啦，有较开我。好，来，洗下你啦。唉，伊忙哦，爱去收空房啊。什么啊？是我，李晶晶。哎，你这晚是来创啥？我是惊你无伴，听他要陪你啊。你哦，我知影讲你男朋友也无伫咧，所以咧，咱两个唔只法度通斗阵较久咧吼，规暗晡拢来陪你吼。你唔是你要哪转啊？阿英啊，开门哦！哦，老爷啊！你唔讲去收出去，那即摆就转来啦？迄个王阿霞带我去啉烧酒，啊啉一个烧久哦，即马若要出庄啊外去哦，伤暗啊啦，我唔知再转来哦，过去吼，明仔早起才出哦。安尼嘛好啦，你先去洗身，较早休困的吼。好啦。赖总管，我确实是无钱啊。你看我这环境，你嘛知，我生活都有问题啊。安尼啦，你做一下好心，等我病好的时阵，我再拍拼趁钱，再慢慢来还您，好无？啥？慢慢啊还。你欠阮老爷遐钱来还开4年的生意员，你知无？啊，袂用你啦。我们家是无钱啊。无钱啊，真简单，恁查某囝外去啊，来去死甲做查某囝拄啥？我骗总管给我的吵声，我会答应。你唔答应嘛，咱答应啦。你就把你吵吵。是。我给他，
爸就唔安怎，伊刷看乖，阮倒来厝顶啦。啊，伊人安怎无？我爸，伊即摆是安怎？我爸已经过身去。安尼甲我逼，我是要安怎过落去？你等我，我等你等你。这样我今可能要困，无我去甲看卖。我บอก说，我是造成的，你袂用我死。你家己想看觅，假使讲你若死放偌紧一个人，你家己是要安怎活落去？我爸说，你一定要勇敢活落去。赵鑫，赵鑫，赵鑫。你有法度叫我面死？为什么？你莫叫我查某囝呢？赵鑫，后点进行，后点进行，你给我出来！赵鑫啊，你若叫紧就倒转来。紧，我即马转来代志都已经变到安尼啊！我若搁较慢转来，我今年阿娘就顶要无命，你知影无？我爸说来无命，但你即摆是咧讲啥？我听拢无半句。你莫搁伫遐置钱啊啦！我上天庭的时阵，我是安怎拜托你照顾我家因母仔？你是安怎答应我？又我是安怎甲我保证的哈？我嘛真骨力照顾因母仔囝啊！你有骨力？好，我问你，外甥这帮人嘞，你是安怎无伫因兜哈？哼！我囝啊，我囝，唔免惊啦，阿爸专工盘饭要留你食你。来，囝啊，来啦，你惊啥？紧，来饭紧食嘞，紧食饭，咱饭就紧食嘞，快紧，饭食嘞，啊，汤啊赶紧烧水兄兄嘞。啊，准备哦，夫人洗面，无你就搁互拍了。知影，都是阿伯。嘿嘿，他紧食，紧食。好地先生啊，你毋是讲外景叫人掠来遮做查某囝，啊，即摆人咧啦。哎呦，莫等遐紧张啦，啊，咱毋着四界先看卖啊咧。有人来，先笑一下。我囝啊，即间灶骹，啊，即个是咧起火火柴，来，啊，即个就是大灶，啊，水缸伫啊，吼，啊，起码你会晓起火无？啊，阿伯甲你教一摆，你就会晓，安尼，吼。赵鑫，你有
这长工哦，对岳琴嘛袂歹，好见岳琴若讲当遮做查某干哦，应该是袂有人苦毒才对。你是要去倒啦？走，行啦，破题进行啦！你甲拖出来到底是要创啥？我无甲你拖出来袂用紧啦，我惊等者哦，你若感情用事哦，佮欠薪税共管刑啊事哦，安尼哦，你是去犯着天条啦。袂啦，我看迄个老长工对遐尼好，我哪有可能管啥物刑啊事？这代志就真歹讲哦。来去啦，代志哦，就当作唔知好了啦，行啦行啦。哎呀，破题进行，你到底是要去倒啦？我知影你唔烧酒啦。哎呦，我无爱啦！你若要啉哦，你家己去啉啦。我要留店遮，好好暗中保护岳琴啦。做神啦，做神啦！哎呦，你若安尼拢讲袂听啦，刑啊事若要插伤济哦，你今晚哦会出代志啦。来，我今啊，这间是夫人的房间，啊，这水互你赶紧放入，啊，因为着啊较小心的，唔通惹夫人生气了，知无？我去。阿伯，你教我移民好无？袂用哩啦，这是你家己的工课。阿伯若甲你入去哦，夫人若无欢喜哦，你着搁互拍呢，紧着。嘿。啥？是我啦，小最好啊。啊好，要放入来啊。小最好啊。啊，煞袂晓放在遐，哈，啊，戆个死无人去。啊，你是徛咧怎？你帮换了一堆衫，啊，莫去洗洗。你敢有哦？迄万总管哪甲迄一个长工的衫吼，真正让我洗啊清气清气。若无吼，你陪我边啊安尼，知嘛？啦，我是个天使。还搁踩咧遐，啊，紧去洗。你看你，安尼喷骹喷手，啊白甲死无人，啊行落来跋跋倒，啊紧摕去洗哦。阿金啊，有要紧无？较有要紧无？较紧，紧衫来甲洗洗，较紧。我金啊，来，啊你衫都爱共洗好清气了，啊？哦，嘿嘿，我着放较大个。我今仔洗好清气咧。阿文啊，无啊，你是食饱无代志做，是安怎咧甲人斗做？安怎？我甲你讲，老爷请你来是爱做你家己的工课，毋是叫你来甲别人斗做。你家己代志顾好就好啊。啊，是。哼。啊你这洗澡好贵啊！遐夫来大洗洗衫，你拢摕来洗，啊，干那我的衫你都无要甲我洗。我嘛唔知你会使爱洗。啊！你别来讲一句啊！你来甲要应吹应挤，你哪遐尔咱要变改？你现要今日我若无互你一顿啊粗霸，你唔知影我万总管是甚物款人物？起来，我等起身。来，起来，我去。我去。我去，你袂去死！三分七白见鬼面，嘿！你要下凡间去报答大人的恩情，爱神有神的慈悲理解，人有人的恩的果报。你要遵守做神的风俗过。我袂当安尼变心来救我，这是咱做巧。
哦，安尼做喙重安尼。我干嘛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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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我干嘛？起来吃药。来。阿伯，哎，你精神来哟，恭喜哦！哇，谢天哦！这阿伯哦去山顶吼挽的了，这对吃落甲就对你有好无歹？来，我啉一喙。多谢阿伯。我天啊，你有感觉较快活无？阿伯，你的药酒啊，我规身躯拢袂痛。有影？哇，谢天！阿姨，我天啊，你谁那混多当迄个井边？是满中棍给我跑。我天啊！啊好啊，你这死查某！阿文，你给我闪过来！这死查某啊！叫你去洗几领衫，你怎啊叫你平头，我怎么来困啊？你拖皮条，你要靠平头呢？有啥代志？你讲。夫人啊，伊唔是办单啦，伊就是叫万总管哦。放粪伫个井边，啊，我甲插灯啊，才休困一下啦。啊，人讲风去，啊，即摆我清醒，你即摆是咧讲什么笑话啊？哈？我都用药啊，好食伊，唔知即摆精神起来。啊，毋过你这药是仙丹的，啊，人讲风去啊，啊，就随清体好个，哈？你是咧骗啥哈？我知，以前你这死老鬼啊，怎么假死假活？你掠住我假风去，就免做看看啊你，哈？哦，这个骗过来骗你做嘛？你无遐简单啦！夫人啊，啊你嘛安尼原谅伊一摆。无你的代志啦，你要怎啊边啊？我连你做伙拍，就听啦。你还讲了？夫人，你是安怎？夫人啊！我药去闪着啦，叫大夫啦。好，是。小花来讲，哎呦，讲到我。我天啊！我本来想要替你出一口气啦，想袂到讲哦，连都害你去互人罚跪啦。吼，这个口啊，真是无一个有良心的人。大夫啊，是要紧无啦？夫人啊，你这个镜头吼是去闪着尔，无啥物要紧啦。我煞唔知影闪着是闪着药，啊问题是我这只手袂顶袂动，啊酸啊就要断去啊呢。为了生长，我就破解我的法术。啊，若我任何人嘛无才调将你迄支手放。哼！你的手应该袂安尼接着啊。哎呦，大夫啊，你是会晓袂晓啊？阿文啊，你是倒遐请这个两公师傅啊？你紧去请一个较好的啦，紧去啦。好，好啦，夫人啊。老爷，夫人啊，你是安怎啦？啊，哪会安尼听着你咧哀爸叫我啦？老爷，你无紧去请一个较好的医生来给我看一只手，袂顶袂动，无艰苦安尼。你这个手是安怎啦？咱嘛这死查某鬼啊，贫惰做代志，唔听话，我甲教死尔，我就变安尼。来我，我的夫人这个手是安怎啦？我无法度医啊，你吃饭啊？真的啦，莫安尼啦，
你最起码吼，到底阮夫人这个手是什么镜头，你嘛带我甲我讲一下吼。哦，是老爷，夫人呢吼，这种毋是病啦，有可能是去冲犯着，拄去庙里拜者吼，无一定就好啊。啊？冲犯着？老爷，夫人既然若去冲犯着，要无咱来去庙里拜拜，求一下平安。我是去冲犯着啥？走是啦，哇！你今日遐尔罕行，来，进来，啉一杯啊，哈，来啊！唉，我实在想拢无，这世间人是安怎遐尔残忍？这外景只不过是一个囡仔尔，囡仔会当遐尔忍心甲救我？啊，你毋是拢对咧第一家保护，哪会甲保护我，还有人欺负去啊？欺负遐个人，我拢甲教死啊！要过去遐个人，毋知影悔改，颠倒将伊受到的报应，所有气拢出在外琴的身上。你本来好意要替伊出气，想袂到讲害得外琴受到批把汤听着。也毋过我敢袂当目睭给你。我都甲你讲过啊啦，闲仔事毋好管伤济啦。闲仔事若管伤济哦，就哪人你咧讲啦，领了厝去补空，啊，愈补是愈大空啊。也毋过我总袂当目睭给恁看到外琴叫人欺负我。哎，你敢知影？今仔日外琴本底会叫伊去万全拍死啊！我是做无敢那才将伊救活起来呢。你即摆讲啥？我讲我将伊7/3的归位啊，迄阿文摕互伊啉迄药汁，我嘛变做回魂汤，才将伊救活的啊！哈？我今死你甲救我？拜托，你莫阁讲啊啦！哎呦啊，到底是安怎啊？啊，你上遐咧侃侃的哈，这人死是不能复生的，这是三界规矩啦哈。你若叫玉帝知影哦，讲你将我金哦起死回生哦，你十生都无够死啦！赵行，你给我出来！赵行，你给我出来！我当孙悟空起来要冲起来。你出来！那么我跳掉你人哦！安尼我知影啦，啊惨吧啦，你哦，我会由你开始啦，代志大条啦，来要掠人啊啦，你哦，张先台有你的份啊啦，你哦。空的啊，你来遐尔啊喊行啦哈，啊是讲来到底是有啥物代志，哪会大声细声啦？是造成你找麻烦啦！哪安尼啦？哇，你这样真搞，你拍我是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这棍哦是教死你哦，莫插你个事啦！多谢，原来头头迄棍是咧教死我。你敢出手拍我？我这棍嘛是咧教死啊，后边莫靠我闲仔事啊！好，今日无甲你教死哦，你唔知我厉害，来啊！好啊啦，哎呦，啊你是当咱伫咧拿猪猪死哦啦，啊两个当咱敢袂是咧好心母塞杯咧，好打拍落呀，拉落呀，哎呦，我真係拍嘅，好啊啦，我咧假講，啊你真是咧拍哈，你嘛拜託，你是真明的哈，咱当咱咧起家动手，若叫人看到，敢唔敢用笑死哦啦？啊是医生动手的呢，我是好意教死你呢，你唔能好歹哦，唔免麻烦啊！好，我今日无好好甲你修理哦，你唔知我厉害，来啊！唔好冤家。阿弥陀佛。参见观世音菩萨。无风，你哪会伫遮？敢有冤家咧？大叔啊，是赵信破坏我吼，赢者吼两路归于大叔，我真正也生气啦。我这个代志甲刘有关。我明知，你两个哦，莫讲这么地气啦。无风，不必争论了。凡世事，良女在劫未满，才会发生如此的风波。大叔，赵信犯天条，使人起死回生，罪在不小，应该要将伊哦连当先来当杀啦。造成违反天条，也是出自一片的善心。此事尚未惊动三界，大事化小，就无需要再规矩。是，哼，生你好高明。你要当个第一强，我今日关心菩萨说多谢。多谢观世音菩萨。
我伫正时，小现在，早时成道无久，毋知天条的厉害，你爱多加指点，袂用搁再惹出后端。是是。现在随本座转来去。嘿，奇怪，拄则迄只人正交讲龙女归位的代志，我去甲耽误着。这龙女归位跟我有啥关系啊？你即摆讲的是，我用才去想着，拄则观世音菩萨来的时阵啊，我有看现在，乃有看龙女啊。我有看现在，乃有看龙女啊。搁有啦，迄个孙悟空要来掠我，观世音菩萨敢若早就知影这件代志。也毋过，伊毋是一直咧指定哪内底咧修行，伊哪突然间出现来插这件代志？是啥物插这件代志啊？人是专工火来要救你的哈！观世音菩萨啊，早就知影讲你有定数，所以用专工来遮组织孙悟空来掠你。哼，迄只毋食够，后面露头路尾莫叫我拄着，啊若无我要无是要安怎啦？哼，莫当遐伫咧操蛋啦！我甲你讲啊，若是讲孙悟空哦，当天庭哦，是我只相拍鸡啊咧。伊啊，大闹天庭，闹到对地府去，闹到家欠不灵，连玉帝都让伊三分的，你啊，哼，这较莫掠伊。啊，惹伊是要安怎啦？啊，老小拍对当随便欺负人哦！哼，后面当我发生来历不在的时阵哦，我绝对要甲伊拼一个啦！你若想要甲伊拼，你的皮哦，我来变较较圆的。哎呀，这间土地公庙啊，听我真有灵性，有求必应。咱若诚心来甲拜，一定会保庇夫人的怪病良早好。入来。老爷，这间土地公庙啊，听讲真有灵性，咱安尼诚心来甲拜啊，夫人的病啊，一定会真见好。想袂到你阁这么信心哦。老爷，那就讲有烧香就保庇啊。心肝若善良哦，毋免求神明保庇，嘛是会当平安无事。这心肝若歹哦，香烧搁较济哦，嘛是无较准。莫遐尔歹，伊好人歹人拢过是人，只要若人伊就有权利通好来拜拜啦。你哦，何必当咧家己气死老命？哎，好地真是，像你这种歹心的人来这里甲你拜拜，你感觉要我保庇？凭看伊甲我求什么啊？只要若合情、合理、合法，只要讲我若做你教的朋友，我就甲伊斗同情。土地公伯啊，我的牵手得到一种怪病，请你保庇赶紧好起来。伊若是好起来了，我一定抬地倒洋，感谢神恩。像你这种歹心的人，倒一个神明会甲你保庇？土地公伯，我的牵手阿英啊，得到这种怪病，一只手放不落。你土地公若有灵有圣，就保庇阿英啊逢凶化吉，平安无事。我一定会叫伊准备三生五礼，亲身来甲你答谢。哎，我对这人，哪会安尼啊？伊两个人拢讲迄个师傅因是因某。对啊，这对人来讲哦，世间人恩怨情仇，因缘果报。囡仔人有气无嘴，点点莫管遐尔啊多。老爷，咱实在求一个落单，等下互夫人食，吼，然后保夫人平安。好。哎，我对这人，落单千万莫互伊哦，啊，无我的法术就叫因破解去。但你是咧讲啥？人伊要救人，咱敢免共同情，尤其是你啦，唔好用迄法术啦，甲迄夫人变迄支手担啊，你是要叫伊也死人去？哎，好地正是啦。你是安怎黑白不分啊？啊，你是甲人做啥物神明？哼，做神明的人火气也遐尔无风度。
我今啊，拢无人小休困一下，小休者，小休。我今啊，紧来，跪好，跪好，跪好，头壳转来，头壳转来。老爷，这落单我摕了夫人证。好了。来去。这落单摕给夫人证。给你做一个代志，要来解释了，起来！我今啊，起，紧起，总管去叫你做代志，你唔着赶紧的，你做只土皮尔，紧起，来，真好。阿田啊，来，阿伯吼，你来往推卡，起来。阿伯，唔免啦，我上楼甲跳舞哩。无要紧，倘若你问哦，你讲咱兄滚水跳夫人配罗丹，没有代志啦。来，阿伯，你来。哎。阿金哦，你请坐一下吼，坐一下，阿伯吼，等一下一个水吼。阿琴啊，你哪会坐落来啊？紧转来去啊！恁阿娘咧等咱来还钱，要煮饭呢。人脚真酸的，行袂叮当啊！行袂叮当哦。好啦，阿爹做伙，互你徛啦吼。来，坐好，出发咯。坐好。阿金哦，那阿伯甲你暖暖的吼。安怎？阿金哦，真疼哦。我知影讲跋倒足疼，哦，较忍耐者。阿金啊，你来咧哭，阿伯讲。我想阿爹跟我娘。乖，阿金哦，唔通哭。唔能够哭。万全啊，物件准备好未？好啊！哟，夫人啊，你今日哪装甲遮水？我是倒一工无水啊？哦，水，逐工都真水，安尼唔就好啊？安尼讲嘛较差不多。笑啥？夫人啊，呀，乡员的物件拢传好啊，咱好来去。哦，阿母，富贵甲你照顾好好，我要做一公庙啊，庭院。好嘞，呀，对。少爷，我带你来佚佗好无？哦，我今啊，我今啊，阿伯带你转来看恁阿娘好无？无要紧，头家今仔去外庄收销，头家娘甲万总管哦，我要去庙林拜神，要去行愿，赶紧的，我带你转来看恁阿娘。好，阿伯，你带我去看我阿娘。
阿金无，有要紧无？有要紧无？无要紧啊。唉，头家娘都无遐尼紧转来，你都免惊遐紧，唔免惊。我知影，我只是想要较紧看到阮阿尔。哦，好啦好啦，行啦行啦，来去。欧巴，啊你行李借有无？你摆造型的行李，家户拢嘛准备一副尔，免有假的行李通好借咱。哎呦，啊借无行李，明仔载是要哪摆造型啦？我看明仔载规矩用这番薯摆就好啊。袂用的啦，摆造型免这样啰嗦着。若无吼，造型若去天庭，伊是要替咱讲好话，咱以后好日子都歹过啊。摆搁较澎湃，伊嘛是共款袂替咱讲好话啦。你想看卖，倒一年咱毋是真诚意咧甲摆，结果咧，咱每一年的日子拢过到这么艰苦。呸！你哪样学袂讲话啦？造型啊，阮后摆吼，啊有嘴无心啦，啊你大心大量吼，你都莫甲计较吼。好啊啦，免摆啊啦。明仔载透早，我想办法用一副行李来互你摆啦吼。阿爹，你要去找我不跟你去。乖吼，你甲阿娘带出去煮番薯糜，煮好阿爹就转来吼。阿金哦，阿金，这是你，啊，那我你做面貌吼。我等来看伊啊。阿爹。请用茶。好，多谢。阿金啊，你这世界过得安怎？因对你好无？世界人对我真好啊，阿娘，你免烦恼啦。你免骗阿娘，若无阿娘去找你，因也拢无法甲你见面。阿娘，你有去世界找我？阿娘去过3摆，因拢无法你去找你。阿金啊，世界人是毋是对你无好？有拍你，有骂你无？无啦，世界人对我真好，因无骂我，也无拍我。阿文伯啊，我真疼我。阿文伯啊，你甲阮阿娘讲，世界人是毋是对我真好？是啦，阮大家吼拢足照顾我去嘛了。请问你是？哦，我号做阿文啦，我是世界的长工。阿文兄，阮阿金嘛伫世界，互你真照顾，真多谢你。欧巴嫂，你放心啦，我当做岳琴嘛是我家己的查某囝，我会好好甲照顾。是讲吼，讲吼，做人的查某囡仔是无了事啦。你赶紧吼去筹备一寡钱，借物甲幸福清，互岳琴仔等来你的身边。我嘛是安尼想，我袂过生日一天，伊去甲死啊写借的钱，我讲不得出。我嘛有遐尼侪钱，通好甲岳琴仔相陪。阿娘对不住你。旧年送造型的时阵，我若听你大姐的话，用番薯摆就好。你大姐嘛袂去甲死啊写借3000钱。乌巴嫂啊，旧年乌巴敢是甲阮头家借30钱尔。你会知影？我知咯，啊了后我就听万总管哦，也甲阮头家伫咧参详伫咧讲，乌巴会死啊！啊，借迄30钱是要去找啥物人讨？安尼万总管啊，你讲，你讲阮乌爸是去来借3000钱？啊，你去阮头家骗你啊！乌巴甲阮头家借30钱，阮头家骗你讲借3000钱。英哎，英哎，遐吼不只清静，也无人会惊脚到。咱来遐小开讲一下吼。好啦，行啦，行啦。
地进行啦，法地进行。走去啦，啊，找我是有啥物代志啊？法地进行，我甲你讲啊，这乌爸要死进前吼，碰见迄3千钱哦，已经有下落啊。有下落啊？啊是谁捡去啦？啊无我安尼千算万算，那拢算袂出来啊！哪有啥物人捡去啦？这乌爸根本都无看写借遐尔侪钱，所以当然嘛找无迄3千钱啊。你哪知啊？我是听四甲迄个长工后门伊讲的啦。伊讲哦，伊有听到这万全甲施阿社讲哦，迄乌爸根本伊欠伊的是30钱啦。安尼讲起来，这个施阿社毋着利用迄个死人无法度通好甲伊烧钱，啊，常常骗这个金去因兜做免工钱的奴才啊！真有可能，这个施阿社一向是奸巧，啊，这个万全嘛是鬼头鬼脑啊。我咧想哦，一定是两个人咧龙会为奸，想要害我。靠！那安尼哦，就实在有够恶一啦！我甲你讲哦，这个代志哦，你若去禀奏玉帝知影，上少哦，该两人哦，接受30个血酬。也毋过真可惜，啊，因咧借钱的时阵我无在场，嘛无人会当证明讲乌爸确实是借30钱。这啊，有啊，有两个人会当证明。啊是啥物人？你免问，你跟我来去思考，你就知。行。我出来啊！真巧呀！出来啦，出来啦！我来进行啦，你哪会甲人叫安尼啦？啊，我弟讲就是我出来啊！啊，真俗报就真俗的，我叫哪有倒位唔对？真俗的啊！我出来，出来啦！好地正是啦。啊，你七早八早叫我出门，你是要请我呀？请你，哼！早你要好过啦！我出来，我问你咧，伫个12月23暗嘛，吼，迄个乌妈呀来甲施阿社借钱，到底是借偌济啊？你问这是要创啊？阮来伫咧调查啊，阮来伫咧调查哦，看这万全甲阿社，因是有做啥物歹代志哦，来要拆散人母仔囝的感情啊！对，你若肯做证，我就会当启奏玉帝，叫玉帝吼处罚因正义的阳寿，安尼玉卿就会当用早出头天啊！我唔知。你哪迄个唔知啦？你是问神的，啊一天到日遮伫咧顾，啊人来借钱借偌济，你哪有可能阁唔知影？我就袂用咧讲的呢。喂，啊你啥都袂用咧讲啊？你唔着爱讲出来，安尼才有法度叫月卿脱离苦海啊！你当作叫月卿脱离苦海是遐尔简单哦？这命中注定的代志哦，这袂使黑白随便改的你。哎，拜，这事在人为啦，你无试看卖，你哪会知讲有法度改变啊？只要你若肯做证，我就会当去到玉帝面头前来启奏玉帝，请玉帝下令来处置这个死狗。死狗若走到天克咯，伊自然都会破败啊！嘿，到时这月卿到时伊就会当恢复自由啊！迄都毋是我职务所管啊，我才无要插你。安尼我知，免想讲，免想讲啊！伊这款神哦，也无路用的神啦。算咱这间到，就替死狗咧顾，啊，一个乡会较济人甲乌写一个哦，啊，就煞伫咧暗晡伊，这款也袂到你讲。哦，你是咧黑白讲啥？伊这个为非三罪的人，我伫因兜门口讲门，我就已经足受尾啊！我甲你暗号伊。啊，你若敢安尼讲哦，伊来借偌济钱哦，啊，你毋着讲出来，对啊？我是问神，这都毋是我管的代志，我哪有法度管啊？好，你甲看，这是做啥物神明啦？嘿，我跟你讲啊，这件代志是关系到因两个母仔一世人的幸福嘞，这是一件大代志呢，你哪会无管啊？对。我安怎做是阮家代志啊，唔免你管啊！我出来，够有意思。我毋是讲过，咱已经田无够水无流啊！你要来阮兜要创啥？辉兄，我知我不应该怀疑你，但过我实在是有时间比较糟透无。我唔再怀疑讲你是摕遐钱。阿花姐，我娘想着我再世界去找遐钱，你若要管，我就好了。你原谅阮阿娘好无？紧起来！过去的代志吼，就甲准拄煞啦。
只要你来相信讲，我确实要扣遐个钱，安尼就好啊啦。相信，我当然嘛相信。所以讲，阮今日毋知来遮，拜托你替阮做主。做主，这是安怎讲的？我甲你介绍，就是阿文兄，爱是死啊写，因的长工，爱亲耳听的万总管你讲，阮乌爸去甲因借30钱，毋是3000钱。真实的？啥实的啦？乌爸会甲阮头家借30钱，啊，即马煞变3000钱，这什么道理都我嘛唔知影咧。啊，若照你来讲，问题就出伫死啊写。阿文兄，我是一个好人，我也无这个能力去甲死甲计较。为着我今仔是世人的幸福，你阁是乌爸在世时阵上好的朋友。阮后世人做有做尾，嘛会来报答你这温情。紧起来，紧起来！我说，你莫安尼讲啦，咱大家是好厝边，既然能发生这种代志，我当然能甲伊斗相共啊。